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5年10月11号。今日这个经文是诗篇111篇，民数记12章第1节到15节，路加福音第5章12节到16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主拿肯。主拿肯，这是伫福音书中间一个医治故事，受医治的人对耶稣基督所讲的话。看起来真平凡的一句话，却有足深的信心的功课。原因是一个破重病，佮渴望得到医治的人的嘴中讲：“你拿肯。”等于讲将家己所有的愿望拢总放掉，然后全然交托伫伊其他的人的手中，就是耶稣基督。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啦吼。你若肯，改成等于讲我要得到医治。这个功课是难吼的原因，是因为足侪人根本就无愿意放手，无愿意尊重上帝的主权。民数记12章第1节到15节提到着摩西的节节甲兄哥。因出嘴来批评摩西，甚至批评上帝，互伊担任以色列的领导者，这是毋对的。经文安尼讲，米利暗甲阿伦批评摩西，因为伊带古实女子做某，因讲上主敢简单通过摩西讲话，兼毋通通过阮讲话。这话上主有听到，摩西做人非常谦卑，赢过世间所有的人。忽然，上帝对摩西、阿伦甲米利暗讲：“恁三个拢出来伫会幕遮。”因三个就出来。上主对分条的中间降临，活伫徛伫这个会幕的门口，叫阿伦甲米利暗。因两个人就行进前，上主讲：“恁着听我的话，恁中间若有先知，我上主会用异象互因捌我，通过民望甲伊讲话。毋过我的仆人摩西毋是安尼，我有将我的全家交代伊，我是伊面对面讲话，明明讲，伊毋免来约，伊甚至会看见我的形状。你若敢批评我的仆人摩西，上主对因受气就离开，云对会幕的顶面来散开。米利暗忽然起严重的皮肤病，伊的皮肤亲像细蛤蚌。阿伦看到米利暗起严重的皮肤病，就对摩西讲：“我的主啊，求你毋通对阮诬讲犯罪，互阮受刑罚。求你毋通互伊亲像出母胎就烂一半的尸体。”摩西就哀求上主讲：“上帝啊，求你医好米利暗。”上帝对摩西讲：“伊的老爸若甲伊配烂离面，你兼毋免见效7日，但甲伊隔离伫外7日，然后才通互伊转来。”对安尼，米利暗就互人隔离伫外7日，人民无起定听候米利暗倒来。后来你看到上帝互米利暗忽然间得到麻风病，阿伦看见了就摩西来恳求，这表示讲伊愿意尊重上帝的主权。耶稣基督伫一个城拄着一个患麻风的病人，路加福音第5章12节到16节记载，伊看到耶稣基督的时，就跪落来祈求讲：“主啊！”有一遍，耶稣伫一个城，伫遐有一个人规身躯染着麻风，伊看到耶稣就拍落去祈求讲：“主啊，你若肯，会当互我清气。”耶稣伸手甲伊摸讲：“我肯，互你清气。”伊的麻风随时无去。耶稣命令伊讲：“毋通甲人讲，着互祭司验。”
佮照摩西的规定，为着你所得到称期献祭物，通对众人证明耶稣的名声愈传愈扩，规大镇的聚集来要听道理，佮求伊互因的病得到医好。毋过耶稣退去偏僻的所在祈祷，因为安尼，迄个麻风病就得到医好，并且得到犹太官方的认证。诗篇111篇，哈利路亚！称赞上主，伫正直的人聚集的大会中，我要专心感谢上主。上主的作为真奇妙，伊爱伊作为的人拢欢喜查考。伊的作为尊贵威严，伊的公义永远存续。上主行奇事，互人纪念，伊有恩惠，有怜悯。伊使美牛互敬畏伊的人，伊会永远记牢伊的约。伊对伊的子民显明大权能的作为，将列邦的土地赐互因。伊的手所做信实公平，伊的律例确实有效，永远袂改变，照信实公正制定。伊救赎伊的子民，甲因立永远的约。伊的名是圣，通敬畏。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，照安尼遵行才是聪明。上主应该永远受称赞。时常阮会软弱，我嘛时常骄傲，无愿意顺服上帝。恳求主帮助阮坚定相信，将生命主权交予你。主你若肯，阮就得医治。祈祷好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